主席，特首咧就走到澳洲，佢就話香港人咧人人都有瓦遮頭。主席，如果係寬容啲咁去講咧，佢講呢句説話就係對香港人漠不關心；嚴厲啲去講咧，佢就係涼薄。佢話香港人人人有瓦遮頭，其實言下之意，即係話香港人要爭取復建居屋、加建公屋咧，只係無病呻吟、無理取鬧。主席，我哋姑勿論唔好計嗰啲露宿街頭嗰啲係咪香港居民，唔好計住喺籠屋嗰啲係咪即係住喺床位嗰啲係咪算係有瓦遮頭？但係單單睇我哋嘅數字，我哋1/3嘅人口係住喺公屋裏邊，而呢啲人口咧喺現時係冇機會去離開公屋嘅。咁你話香港人其實個個有瓦遮頭，呢句説話點樣講得出口咧？主席，我哋要求復建居屋係一個房屋政策嘅一個重要嘅轉捩點。房屋政策最主要嘅目的唔係去壓迫樓價，而係令到人哋居者有其屋，改善嘅居住嘅環境。所以個答案唔係單單係話有瓦遮頭就可以解決到。主席，喺停建居屋之前，我哋香港喺基層嘅房屋嗰方面咧係有一個流動性嘅，每年大約有15%咧係由公屋轉去居屋轉去私樓。但係自從停建居屋之後咧，呢個流動性咧係等同停頓咗。而我哋所要求嘅人士，佢哋亦都唔係話要揾居屋嚟炒賣。其實我如果查翻一啲記錄，我哋會發覺喺過去嗰20幾年咧、25年咧，如果冇記錯，平均只係得20%嘅居屋嘅業主咧係透過補地價係轉賣佢哋嘅居屋。咁即係話有80%嘅居屋嘅人士咧，其實佢係當咗呢個係佢嘅家。係唔係為咗經濟嘅理由啊，或者單係想做即係業主而去要求咧係有機會上樓？咁所以主席，呢個最大嘅問題就係呢個係一個房屋居住嘅政策。作為一個政府，我相信佢應該希望香港人咧係有一個好嘅居住嘅環境。我哋雖然有1/3嘅人住公屋，但係好不幸，我哋嘅公屋嘅條件仍然都係非常之嚴苛嘅。局長亦都唔止一次喺我哋立法會度解釋過，佢話3年上樓，其實佢講嘅之後3年有得揀第一次。但係無論係年青人又好，長者又好，其實上樓嘅一般嚟講都係唔止3年。主席，至於第二個問題就係樓價嘅問題。咁前一排咧就柏志高先生咧就講，佢話起居屋都冇用啦，你都要最快都要7年。嗱，頭先好多同事都解釋過，呢個7年呢個數字真係唔知點樣喺邊度爆出嚟嘅。即係以前科學冇咁進步，社會冇咁進步，都只係需要3至5年。而家我哋社會進步咗，科學進步咗，反為要起耐咗。不過呢個都唔係一個問題。其實個問題就係咪話你起居屋就會喺數量上係會影響到市場嗰個價格咧？其實唔係嘅，其實呢個係一個市場嘅心理嘅問題。當你市民一路去追求泡沫化，佢哋今時今日佢覺得1萬蚊一尺係非常之貴。但係點解佢仍然都去買呢？就係因為佢絕對相信，雖然而家覺得1萬蚊一尺係好貴，2、3年後
1萬蚊一尺咧係會升到2萬蚊一尺，甚至乎係更高嘅，即係話咧佢唔會有蝕本嘅。咁當用家係咁追捧呢個樓市泡沫嘅時候咧，其實真係政府要俾一個健康同埋直接嘅信息俾香港人知道，而呢個信息唔係單單話樓宇泡沫化係會爆破嘅咁簡單，而係話俾佢聽，其實對於中下階層嘅樓宇嘅供應咧係有必然嘅增加，同埋呢個增加咧係唔會受到市場嘅影響，即係換句話講，唔應該係同市場嘅樓價掛鈎嘅。咁當你將個市場嘅一部分嘅用家拉嚟呢個市場嘅時候咧，對於市場對於將來嘅走勢嘅觀望係會有直接嘅影響。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復建居屋嘅話，我相信即時對於樓價咧係有相當合理嘅一個影響。主席，其實我哋講復建居屋講到口水都乾，但係講到最深尾都係話政府如果真係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嘅話，佢就應該知道市民而家急嘅係樓價太急升，想嘅係希望係有居者有其所。所以我希望特區政府咧回頭是岸，盡快咧係回應社會同埋立法會嘅訴求。